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J Daily 娛樂新聞台。大家記得訂閱，睇到最新娛樂資訊。講到電視節目女神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東張西望，但最近網民竟然喺一向形象嚴肅嘅港台節目入面，發現咗一位隱藏級嘅視覺系主持，佢就係被封為最索港台主持嘅新考期 Binky。最近有唔少網民截圖話，收睇港台資訊節目嘅時候，眼球完全被 Binky 吸引住。現年36歲嘅佢，出鏡時經常以緊身運動衫或者貼身上衣上陣，完美展現出玲瓏浮凸嘅曲線同埋非常震撼嘅身材。就算係着住正式嘅西裝褸，都完全掩蓋唔到佢嘅鋒芒。網民紛紛留言話，原本想睇資訊，點知變咗視覺盛宴。港台竟然有咁高質嘅主持，呢份突如其來嘅關注令 Binky 迅速成為網絡熱話。到底呢位女神係咩來頭？睇緊呢個片嘅大家，平時返工壓力大，飲食唔健康，休息唔足夠，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。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。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，只係食咗一盒，一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咧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咧，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咧仲有全新包裝咧，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一盒體驗嘅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咧，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，萬寧有售。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。點解 Binky 會喺短時間內人氣爆發？除咗身材之外，佢身上嘅反差感先係最吸引網民嘅地方。一，堪稱學霸天花板嘅專業背景，Binky 絕對唔係一個花樽，佢嘅學歷背景簡直係專業人士嘅天花板。除咗擁有新聞系同媒體文化碩士學位，佢最近仲克服咗讀寫障礙同過度活躍症 ADHD 嘅困難，完成咗教育博士學位。除此之外，佢仲擁有8項專業資格，包括註冊催眠治療師、夢境分析治療師、NLP 法證導師等等。網民大讚佢係有腦女神，呢種才華與美貌並重嘅特質，令佢嘅魅力提升咗唔止一個層次。而港台11年嘅深厚資歷與親民感，Binky其實喺港台已經工作咗11年啦。由以事論事到抗疫快訊，佢一直默默耕耘。佢仲曾經喺 ViuTV 節目《拆你個夢》入邊同杜如風、保錡合作，展現出專業以外嘅親和力。佢唔係嗰種高高在上嘅明星，而係一個喺你身邊出現多年、專業又努力嘅主持。呢種親民感令網民對佢嘅好感度極高。3，面對變遷嘅坦蕩態度，Binky最近喺社交平台大方分享自己嘅現況。雖然佢2018年曾經同港台導演結婚，但佢最近親口證實自己已經低調恢復單身，並唔係網民口中嘅性感人妻。同時，佢亦透露港台舊年並冇同佢續約。面對工作同感情嘅雙重轉變，佢表現得非常正面同坦蕩。呢份勇氣亦都贏得咗好多網民嘅尊重同支持。對於 Binky 嘅爆紅，網民嘅反應可以話係一致讚好。喺連登同各個討論區，網民最關注嘅當然係佢嘅震撼視覺。有網民留言話佢着緊新衫出鏡真係好有壓迫感，估唔到港台咁開放。不過當大家知道佢原來係博士級人馬，仲有咁多治療師資格嘅時候，網民嘅留言就變得更感佩。有人話佢完全解釋咗咩叫明明可以靠身材，偏偏要靠才華。亦有人話睇完佢嘅經歷，覺得佢好勵志，克服讀寫障礙，攞博士學位真係唔容易。雖然佢依家離開咗港台，但網民都紛紛幫佢加油，認為以佢嘅條件，無論係轉戰商界做治療師，定係繼續喺幕前發展，前途都一定無可限量。總結新考期呢2年嘅成長路，可以話係經歷咗人生嘅大洗牌，由穩定嘅港台主持崗位到依家變身自由身嘅專業人士。佢用行動證明咗一個人可以有多重身份。雖然佢目前回歸單身，亦離開咗服務多年嘅港台，但呢份自由反而令佢更加發光發亮。一個36歲嘅女性，擁有一身專業技能，仲有一副令人羨慕嘅完美身材。最重要係佢擁有一粒不斷向上、克服障礙嘅心。Binky 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無論外界環境點變，裝備好自己先係最重要嘅事。由港台主持到教育博士，再到最索女神，每一個標籤都係佢努力得嚟嘅成果。我哋都好期待 Binky 嚟緊會喺邊個領域繼續發放光芒。大家又點睇呢位學霸女神呢？你最欣賞佢嘅身材定係佢嘅才華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。鍾意呢條片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 J Daily 娛樂新聞台。我哋下次見。